點望有兩個小仔啊，係我送去做埋，要咪日條未講啊？又做埋又嫌爽佔巢，順便商量下咗。小珍珠八戒商量埋哦，那邊出現兩個小仔裝修到工作室啊？哎呦，阿婆，裝修到可以啊，吃冇吃肉啊？老闆啊，到底係我過嚟做咩啊？冇咩啊，阿婆就係想請你過來參觀下我工作室，但係知道下子我就兩面做咗。參觀指導下子，好細心哦，支持爸爸咯。我也唔見你就請阿婆食餐飯做，見大係我參觀指導，兩位有咩好參觀指導喎？沒有阿婆，食飯沒小問題買哦。咩啊？唔好講食飯哦，今晚一等於就把燉子嘅。好細錢哦，阿婆都叫我衰言喎，嚇都咪效果招爸喎。日條要咪話你就切講啦，冇少少叫唔叫啊？咁冇咪啊，阿婆咩上上下講起啦，看播放量要唔要提高哦？日條係咩上嚟拍短視頻啊？阿婆廿啲啊，我到講條人用喺裝修。我有毛冇有毛，我隨意冇隨意，沒想你過來帶下子牙掉咯。誰睇嘅？佢啊，冇問題啊，就講咩，就點係嗱幫婆來啊，結果又講話要講進來啊，日條冇係我講價師傅下，嗱你最唔中意講價師傅哦。那個當然啦，我拍正能量咩，通常講起冇。咩超氣啊？我條主打嘅正能量咩？日條正唔正能量係就唔掂日條哦，日條就冇學下幫婆人用下。到見買件青菜啊，都唔係送蟲仔啊，過熱件買青菜當兩件買啊，你條記得啊，青菜冇同件買啊。我哋哦，我條唔要嘅。